現場襲擊呢度係凱旋門，超多警察啊！因為人打人玻璃飲醉酒咯，嗰邊已經有一劈㗎啦喎，已經喺度圍緊㗎啦，圍毆㗎，係啊，佢哋都係不宜久留，但係我哋滯留咗喺呢度，而家真係滯留咗。我哋由 T 級行咗去凱旋門，都係入唔到地鐵嘅，因為封咗，所有人都係喺條街度，唔知做乜嘢好，所以我唯有揾啲嘢嚟講下啦可惜冇乜 handsome 咯，除咗 handsome 係有好 handsome 之外 ，handsome you so handsome， 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 ，Happy New Year， 恭喜發財 ，OK good， 生日快樂啊！一樣啫，你多人不怪啊！恭喜發財 Good 啊！